昨下晡伫新北市的新庄有拖车的纠纷，有这车主网络顶头找这拖车业者来处理。本地是讲唔免4000块，来到现场了后，业者就叫车主赶紧签合约。车拖走了后，拖3.7公里，竟然要收3-4万块。这个民众就随报警察要告业者早起。我要举证，他是跟我说空白的。伫咧警察面头前销量，车主因为拖吊费甲业者伫咧冤家。 开价要45000块，太离谱了！我以为是3-4千块。车主正不满，讲业者一开始报价讲价格是4000块，逼啊车一拖了，突然间变赔，讲要3-4万块。我在听他跟那个拖车业者在为了那个拖吊费谈不拢啊。今天如果说啊叫我去现场帮他修的话，我可能会带个电瓶去啊，就直接在现场换一换，就好了。 这件纠纷发生伫咧新北市新庄，15日到2点外，车主迄当阵一架车停伫咧卖场的停车场，尾车无法度发，上网找拖吊业者来处理，拖到3.7公里远的汽车修理场。因故因业务一到现场就一直赶讲签合约，但是内容内面拢是空白，因质疑业者是随便划价，讲要告对方诈欺。本案费用明显不合理，报案人已对相关人员提出诈欺告诉。 本案本所依规定受理后，已函送新北地检署侦办。其实拖吊费的争议常常发生。今年统计到即嘛，新北市受理的申诉案件就40件。经过消保官初步调查，这回涉案的拖吊业者，跟之前被申诉的业者有相差。报价是报3万9，口头有讲，然后我们有录音，然后客人也有回复 OK 没问题。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在作业之前有请客人签道路救援签认表，上面也有价格。 对拖吊车问题引起的消费纠纷，台北市已经有相关指引。原来新北市正伫咧拟定，因果业者无按照规定行，代志发生了，随甲网络顶的广告提掉。若是消费者无证据，依然无法度开单。我们还是希望有个比较明确的指引，让大家有个依据能够参考，知道说有哪些法源依据在哪边。最主要还是中央要定一个整体性的啦。缔约前，不管是在电话找这个业者的时候，甚至说你甚至后面怎么样，其实你应该都要看清楚那个价目。那当然过程中有录音，那都会增加你事后的这个可以主张的事情。伫咧中央完成司法进程，有律师建议，收集证据保护家己正重要，尤其签约进程就要加注意。新北市交通局建议，会当联络银行处理道路救援，这种上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